港島南區係本港傳統頂級豪宅地段，向來都係富豪名人嘅聚居地。自港鐵南港島線通車之後，區內站頂新貴隨即成為各類買家追捧對象。由新世界發展、帝國集團、麗新發展、資本策略地產同港鐵合作嘅黃竹坑站港島南岸最新一期奧神，位處港島南岸最貼近深水灣方向。而當中3房同4房大宅可以享有深水灣同壽臣山豪宅群景。早前招標銷售反應熱烈，項目入場版2房戶近日正式登場，吸引南區分支家庭同投資者等關注。今次率先帶大家直擊全新示範單位。奧神推售以嚟，市場反應踴躍，入場版2房單位無論開則、用料以至配套都貫徹頂流質素。今次帶大家參觀嘅2房開放式廚房示範單位，係參照咗1A 座39樓 B 室打造，實用面積494平方尺。單位入面無論廳定房，空間感都相當廣闊。長方形大廳方正實用，擺放各式家具都更加得心應手。客廳以落地玻璃趟門連接大約46平方尺嘅3合1特大露台，除咗有助提升室內採光度同通風之外亦都有足夠位置擺放一啲戶外家私，提升戶外空間實用性。發展商預設特製木櫃，令住戶收納雜物更加井井有條。除此之外，發展商亦都匠心設計出呢個木蘭壁燈，以木蘭花為藍本，為空間添上咗寧靜純潔氣息。翻入室內，開放式廚房貫徹咗成個項目洋溢住嘅花園設計，間隔牆同優美嘅曲線框架都係採用木材打造，增添一份大自然氣息，並且令到工作台面得以伸延。半開放式設計亦都有助劃分區域，同埋阻隔煮食時油煙流出大廳。整體設計靈感係源自琉璃溫室花園。廚房內電器設備完善，有齊電磁爐、拉燙式抽油煙機、蒸焗爐同雙門雪櫃等。2間睡房同大廳同向，配以觀景大窗，可享寬闊嘅池景。主人睡房呈長方形，空間感十足，並且已經貼心預留衣櫃位置，擺放大衣櫃，可以收納大量衣物。同新世界近年作品一樣，奧神各類單位都已經配置多項匠心配套設施，例如係大門嘅金羽門把配合 Artist Lock， 單位玄關至開放式廚房用上木材裝飾，營造統一視覺佈局。浴室方面，除咗採用知名品牌衛浴設備之外，亦都特別引入多功能洗乾組合 Laundry Plus。下面就設有洗衣乾衣機，而上面就設有衣物掛架，實現一站式衣物處理。另外，仲設有 House Mirror 鏡櫃，同埋為兒童而設嘅面盤櫃小平台 Retractable Step， 貼心設計盡顯發展商心思。奧神以頂級豪宅做定位，並設港島南岸上蓋獨有嘅雙會所。發展商特別重金禮聘國際頂級設計師 Martin Bruniski 為會所操刀設計，打造出配合項目繁花櫃底主題嘅豪華會所。會所連園林面積合共超過72,000平方尺，提供32項設施。當中平台會所提供長達50米室外游泳池，係港島南岸各期之中最長。另外，亦都有健身室、瑜伽室、兒童遊樂園同平台花園等。而天際會所亦都係港島南岸項目中獨有，設有2個私人聚會空間同空中花園，住戶可以居高臨下俯瞰深水灣同壽臣山美景。最後，奧神作為港島南區最新站頂新貴，由黃竹坑站出發，2站直達4線交匯處金鐘，3站連繫中環，15分鐘穿梭港島商業核心區。前往高鐵香港西九龍站，亦都只需20幾分鐘車程，快速連接內地各大城市。而且黃竹坑站設有大型地標商場 The Southside， 日常生活所需應有盡有。加上項目鄰近多間傳統名校同國際學校，為家長提供優質嘅教育選擇。